放让我给你赎身吗？以前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带着玩笑。今天我是认真的。言，我知道您真心对我好。先不说怎么报答您赎身的恩情，凤儿10几岁就来到了上林仙馆，除了在这卖艺，其他的什么都不会。虽说不是什么上台面的行当，但也算是凭本事吃饭。离开这儿，您让我怎么活？你这么聪明，去外面学什么学无呗？实在不行爷养你。养我很贵的。我最不差的就是钱。爷，今天晚上街上有灯会，您陪我出去走走。哎呦，爷，您里边请。哎，赶紧着，哎，招呼着啊！哎，您坐。哎，您喝杯茶。你不是和阿义在一起吗？他人呢？我觉得那个没有问题，所以我跟来。阿义倒好，愣是一个人坐着发呆想心事，不来。阿义这几天到底怎么了？感觉他怪怪的，魂不守舍，一点插那精神头都没有。这样下去可不行。我会去找他好好聊聊的。没事儿，走吧。现在崇利明正带着人在上林仙馆问话呢，跟我们有关系吗？绝无瓜葛。连爷，那小子是崇利明的人。崇利明的人？哎，那天闯堂口把咱们的人打伤的就是他。得了。上午先会会这小子。哎，爷，行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兄弟，我们认识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义。阿义，果然是你。你是？哎，大傻怎么把胭脂盒给你了？你怎么会知道大傻？你是谁？我是莲儿啊。莲儿啊。莲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还想问你呢，10年了哈，你小子行啊，什么时候居然混到京城来了？那你什么时候来京城的？查到线索了吗？齐贝勒离开这儿的时间是在半夜11点左右。你跟他身高相近，现在你往烟袋胡同走，看看要用多久。哎，你走慢一点，他当时喝醉了。哎，小心脚印。多长时间10分钟左右。大概是11点10分。有什么发现？根据现场勘测，能够分辨出来的脚印共有8对。那你们看这儿。
左脚只有前脚掌着地，是个瘸子。凶手的左腿受了伤，接下来就要去验尸了。尸体会告诉我们想要的一切。真不敢相信，当年的小马贼摇身一变混进神机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神机营？前2天你们神机营去上林仙馆偷东西，还大打出手来着，是不是？那是我们的任务。那上林仙馆是我青帮的地盘。我又不知道你在青帮混。嗨，别说这个了。哎，你是怎么混进神机营的？又是怎么认识崇立明的？崇立明他对我很好。哼，那个纨绔还会对人好？他还想让我加入燕世藩呢。燕世藩？什么东西？一个神秘组织。当年咱们的村子，就是被他们屠的。那你还要去？我加入燕世藩，就是为了找出当年的凶手。找着了吗？找着了。你一个人怎么对付他们？等什么？等一个机会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。崇立明已经答应帮我了。你把当年的事儿跟他说了？哎，你也太冒失了！掏心窝的话，别相信那崇立明，不是个好东西。行了，走吧，带你吃好吃的。嘿，阿姨，你的烧饼。这位爷，您慢用。哎，哥们现在混的算是风生水起了，山珍海味满汉全席你随便挑。我说咱就别吃这破饼了。这是我在京城吃过最好吃的烧饼，你尝尝。我不尝。你尝尝。尝。嘿，还真行啊！这是烧羊肉吃。啊。龙马爷爷，再来2斤羊肉。好嘞。哎，什么人你都敢过去？不是阿姨的朋友吗？他是青帮的人，还是个大人物，老实在这儿待着。你们家烧饼不错啊。别说，这还真是个好地方。烧羊肉，你们家这羊肉真不错。谢谢您夸奖，慢用啊。吃饱喝足，说点正事儿。咱俩能有什么正事儿？你得想个办法，帮助我把保险柜里的东西拿回来。那保险柜里到底装了什么？这你就别问了，反正这东西对我特别重要。你回神机营内部打听一下，看看那东西到底放在哪儿。你不告诉我是什么东西，我怎么帮你啊？也没什么，其实就是一账本。我们青帮那是做大生意的，得跟官府打交道，这个少不了。好，这才是我好兄弟。以后你在京城有什么事儿尽管说。不用以后。说什么事儿？你现在是青帮的堂主，以后让你的人照顾点这里。怎么着？
看上人小姑娘了。说什么呢？嘿，那为什么呀？我刚来京城的时候，老马爷爷对我很照顾，但你们青帮的人总是欺负他们。这事儿简单啊，有我连二在呢。妹子，以后谁要是再捣乱，就提我的名儿，我叫连二。谢谢爷了。这姑娘长得够俊的，小子。是你的吧？爱香囊，小挂件儿，13哎。在别人面前，芳儿就要戴着这种虚伪的面具，可是，在爷面前，芳儿就不必戴这个了。真的吗？那你现在的这副强颜欢笑是怎么回事？告诉我。怎么？被看穿了就不说话？在别人眼里，芳儿就是个玩物，干着下九流的勾当。你若如对了爷，为什么对芳儿这么好？因为爷乐意。芳儿想听真话。我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就算说个大概，你恐怕也不会信。芳儿信。我还没说呢，你就信啊？其实我从来没觉得当贝勒爷有什么了不起，也从没觉得青楼的女子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我一直相信，人人平等，每个人都应该互相尊重。爷，你刚刚说话的语气，好像革命党。你管他像谁说呀？有道理不就行了？原来是因为这个，我还以为是爷格外喜欢芳儿呢。在看什么？他的背影让我想起一个朋友，是那个男的？是女人。那为什么不追上去打招呼呢？行了，芳儿，我有件事情要拜托你。说吧。齐贝勒死了，活该。但是这个案子不是一件小事，我们必须要把凶手捉拿归案。我能帮你什么吗？上林仙馆是三教九流汇聚之地，我以神机营的身份进出很难听到真话，所以你要帮我多留意。有没有特别需要留意的？敢杀齐贝勒的人不多，所以什么人跟贝勒结了怨，什么人是常客，最近却不再出现。这方面的消息一定要帮我多留意。明白了。阁下是？告诉莲儿，花九卿来了。爷爷，太子爷来了。卿少，太子爷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您里边请。好大的台唱，看来京城堂口油水不少啊。这装潢都比得上老佛爷的颐和园了。嗨，卿少，您难得莅临，我们万不能缺了礼数。这堂口虽小，但我们也得摆开了阵仗迎接您不是？对了，您平日最爱听的评弹，这在京城可顶不好找。您要不
喝着茶，听一曲儿。知道这次我来是做什么？是的。那你准备怎么办？账本已经备好，秦少您可以随时查阅。哎，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，怎么了这是？你实话告诉我，那天晚上你离开上林县官以后，你去哪儿了？这大半夜的，我哪记得？你腿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我看看。哎，姐，你干嘛呀？是天杀的。说话呀！说话说清楚，是不是你？哎，姐，你手底下是什么？没什么。你闯大祸了！不就是个贝勒爷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人是我杀的，谁让他欺负你？啊？死活该！再说，我杀他的时候又没人看见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怪不得崇明他没有追上，完了。不是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惹了不该惹的人。死者伤口的形状呈多边形，再结合伤口的深度来看，凶器其实是一把最寻常不过的匕首。从右手的伤口和后脑与颈部的伤痕，死者生前跟凶手一定发生过激烈的搏斗，而且这个人的左腿受了伤，他的身高在5尺6左右。这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再看，死者的后脑受过重创，而且伤口呈横向型。从伤口的高度就可以直接判断出凶手的身高。杨真，你配合我一下。好。转过来。根据死者后脑和颈部伤痕情况，可以判断出，凶手应该是希望可以一击毙命，所以他一定会将双手举过头顶，并且全力地挥下去。根据伤痕可以判断出，凶手击打时是由上至下发力，所以凶手的身高应该是在5尺6左右。那太好了，既然知道了凶手的大致身高，而且还知道他左腿受了伤，那么根据瓦格纳的分析，那这个搜索的范围就更小了。可这些消息还是太笼统了。若他在京城还好，就怕他已经离开了京城。咱们还是得撒大网，才有可能捞到消息。我这边现在已经查出，齐贝勒大概是夜里11时左右到达了燕代胡同。他的后脑受到重创，没有办法跟凶手对峙太久，所以凶手逃出胡同的时间应该是11时15分左右。我知道总堂一定会派人来查，但我真没想到是您。莲儿，你跟我说句老实话，你究竟贪了帮里多少钱？我真的没有。没有，
你京城堂口上交给总堂的钱，连续3季减少4成，不是你贪的，银子上哪儿去了？帮里在京城的生意每一笔都记录在案，清清楚楚，绝对没有假账。有没有假账，到时候一查便知。我想听的不是这个。不是你想听什么？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明白什么呀？你吞没吞银子已经不重要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本来就没吞银子。只要金先生认为你吞了，这罪名就已经成立。金先生这次本来是想派执法堂直接带你回去的，是我主动请缨来京城查明事实，为的就是先提前和你说明白、搞清楚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就是说，我难逃一死了。你把贪了的钱吐出来，然后回去跟金先生诚恳请罪，再找个替死鬼，或许可以保你不死。姐，我真的没有贪过帮里的银子。你非要到死前才明白，钱财乃身外之物吗？你知不知道贪心会害死人的啊？我从小是怎么教你的？姐，我真的没有贪过帮里的银子。上交总堂的银子少了，是因为鸦片馆的生意少了。鸦片馆的生意为什么会少？因为我弄了个更好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芙蓉散。什么是芙蓉散？一款新型的西药，口感比鸦片强多了。服了芙蓉散的人都不爱去鸦片馆了，所以鸦片馆的生意才会锐减。那这些钱都落到你的手里了。是。这样，你把芙蓉散的钱吐出来，跟我回去见季先生。一五一十的把事情交代清楚，或许可以保你不死。那就算是不死，是不是也要挑断脚筋啊？你若残废了，我养你一辈子。姐，我10岁那年，您把我带进青帮，我莲儿一路走来都是您在体恤照顾。没有您，就没有我莲儿的今天。可如今，你现在已是多说无益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总之，我会尽力帮你周全。好，我信你。钱要多久能准备好？10天。太久了。7天。7天之内，我准备好20万两银子，跟您回总堂。干什么去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不说清楚，别想走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清楚。事情就是这样。当年是你父亲杨明带人屠了我的村子，还带走了我娘。
那你刚才为什么没有杀我？我也不知道。阿姨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我最恨的人，那这个人就是杨明。你没有听错，我最恨的人就是我的父亲，我的亲生父亲。我娘是一位满族贵小姐，不过因为庶出，就被我姥爷安排嫁给了汉官杨明。那是一场家族利益的政治婚姻，两人本没有感情，但成亲之后，我娘就爱上了杨明，而杨明却在跟我娘成亲之前已经有了相好的，那是一个蒙古族贵小姐。我娘生我的时候大出血，身子好了之后，也不能再生育。不能给杨明再添个儿子。从那以后，他便更加肆无忌惮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每次一出门就是好几个月。就算回家了，也根本不理睬我跟我娘，仿佛我们就是陌生人。大人，笑一笑嘛。快拍吧！1、2、3。老爷，老爷，我求求您了，今天是除夕夜呀，您就陪我们母女过个年吧，老爷。再烦我，我就休了你。他离开的那年，我只有5岁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娘便得了重病，他一眼都没有回来看过她，直到我娘最后去世下葬，他都没有出现过。我娘去世不到1年，他就把那个蒙古小姐娶回了家。那你呢？我自然只有离开那个家。走，走。发完脾气了吧？跟我进去叫娘，走。不，她不是我娘，我娘死了。你出！听爹的话。你不是我爹，我恨你，我再也不要看到你，永远。是舅舅收留了我，从那天起，我便不再叫杨雨初，而成了哲玉府的小哥哥。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再哭就变成小花猫了。咱们爱新觉罗家的人是最坚强的。好，不哭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我娘不会死，我也不会没有家。是他的薄情寡义害死了我娘，也害惨了我。你说，我到底该不该恨他？如果你还是恨我，我没有别的办法。我只是想要告诉你，如果可以选择，我宁愿我从来都没有这样一个父亲。我不恨你，
你还真是不能哭，一哭就不美了。老马头，哎呦，爷爷，我来。一边去！哎呦喂，三位爷来了，怎么这日子就来了？这月的钱我交了，下月交钱的日子还没到呢。老马头，哎，你这儿的保护费，我们以后还哪敢收啊？哥爷，您这话从何说起呀？还等什么呀？掏吧！哥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们哥俩从前在您这儿白吃白喝赊下的饭钱，不管够不够，就这些，您老收好。哎呦，这我可不敢收哎！怎么着，老马头，是不是要我把保护费也退给你啊？哎呦，那哪能啊！不敢，我真不敢呐！我不管你们怎么认识上了联谊，这八大胡同地面上的事儿，还是需要我们哥几个来跑腿儿。那是啊，一准是啊！哎呦喂！这么多年，要是没有几位爷罩着我这小店儿，我这生意哪能开得这么安稳呢？平常日子，几位爷在我这儿吃点喝点，那是赏我的脸呢。哎呦喂，这位爷啊，您收下啊！哎，哥爷，您收下。爷爷，哎呦喂，把钱给人家。这既然是连公子让他们来还钱的，哪有不收的道理啊？你太不懂事了。原来晴儿姑娘才是莲爷的朋友啊！那这钱您老一定要收下，哎，不然的话，我就不好跟莲爷交代了。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姑娘您尽管吩咐，一句话，葛某随叫随到。哎，三位爷，三位爷慢走啊！爷爷，我的小祖宗啊！你要是得罪了他们，咱这店还开不开了？这连公子可是青帮京城堂口的堂主，咱们以后再也不用怕他们了。你懂什么？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呐！爷爷，你看，这还是阴阳呢，我以前可都没见过。哎呦喂！女大不中留啊！鄙人冒昧了，刚刚骑马来到塔下，看见高台上有位丽人，以为身临险境，所以奔就来此，反倒唐突丽人。谢谢公子，我没事。不知公子，不知小姐是否愿意与我一起同行呢？这叫新戏，说是从日本传回来的。就你懂，我也是年轻人，好吗？这新戏呢，又叫文明戏，据说最早的一批是由留日的学生在上海公演的，没想到这京城也风靡起来了。这女的长得还不错，男的吧次了点，还没我长得好看。谢谢大家。这小子我认识，先从他杀起。我喜欢自由的爱情，平等的恋爱。嗯。哎，你们找谁啊？坐下。坐。姓林的，有话问你。申基营办案，其他人都闭嘴。既然是办案，那我自当配合，何必动粗啊？那好，那我问你，本月初9夜里11点到11点半，你在哪儿？你们是崇利明的人吧？问什么答什么。海令，胡说！你明明在上林仙馆。上林仙馆，你不要胡说！林先生怎么可能去上林仙馆？姓林的，我今天找你是来谈公事，跟仙儿没关系。仙儿是谁？仙儿啊，仙儿可是上林仙馆的头牌。这位林公子，
可是他的常客。不是，你别胡说，老实点儿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仙儿。齐贝勒你认识吗？他也是常客。这么跟你说吧，那天夜里，这齐贝勒在上林仙馆附近被杀了。你要是知道什么，就说什么。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什么仙儿，我也不认识什么贝勒。那你心虚什么？林公子，莫非此事真和你有关？带走，走！别！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那天我从烟袋胡同出来，刚好有个人从里面窜出来，差点把我给撞上了。我看他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好像受了伤。你不是说你不认识那个仙儿吗？哼，没想到这还真找出个证人。走吧，跟我们好好配合，我们不会为难你的。不是，走。我冤枉的，我。现在差不多了吧？有7、8分像了。把这个带给四三，让他多拍点照片印出来，全程通缉。你以后还是收敛一点吧。冒充乱党是要杀头的。就算你把仙儿哄得服服帖帖的，这代价也未免太大了点。戴好你的帽子，衣冠禽兽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听说里面有人和咱们一样能动能跑，这太邪乎了。不是，你说咱们这么大的人，怎么撞进来的？嗨，我哪知道啊？哎，一会儿放出来不就知道了吗？对。徐爷，好了，林爷，可以放了。再等等，人都齐了，我还叫了个人呢。这儿呢。这位姑娘是一个朋友，来坐这儿。你今儿让我过来看什么好玩的？今天呀，请你来看影戏。影戏？影戏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。放吧。哎，可以放了，关门。这是拉洋片吗？比那高级多了，这个是法兰西最新潮的玩意儿。那是什么啊？这东西叫火车，那也是西洋玩意儿，特别高级，能坐人。他为什么跑那上面去了？哎，这就叫影戏，神奇。这就是影戏啊！青春与腐蚀中开张，绯红
的颜色，时间不曾对谁擦印，也只能经过背对命运，面对我，我懂你身不由己。拥抱停格在转身间，总有新的路要赶，话语静止在唇齿间，把故事说完，背对世界，面对你，你懂我的言不由衷，如梦浮生，谈是非因果，轮回里苦容逃不过，你承认卷起千层风波，我愿意陪你捕风烛火，做你隐形过客。如梦难可，花开又花落，我笑容你不曾触摸，你书中写满阴差阳错，就让回忆步步随你背影渐行渐远着。如梦初醒，若无缘寄托，被现实撕裂又缝合。我拱手，余生的云交锋，换你前路漫漫不再曲折，有人陪伴着。临行前只剩一首，却